大家好，又到咗科學小博士嘅時間，每位小朋友都會有一個科學小實驗嘅材料包，家長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做實驗，然後將相關嘅影片 send 返嚟學校。首先，我哋要用兩個兜，一個係吸油紙嘅，一係等垃圾。呢個係烚雞肉，呢個係炸雞肉。等我用吸油紙測試一下，白烚雞肉有冇油先。望下吸油紙，原來白烚雞肉嘅油唔多。今次我哋用吸油紙測試炸雞嘅油分。原來炸雞有好多油分黏住喺吸油紙上面。你哋睇下邊一張吸油紙有多啲油？好似係呢張喎，呢張係炸雞。我哋要食少啲有油嘅食物啊！小朋友，望下食物金字塔，記得要少吃油鹽糖的食物。期待你哋嘅影片，下次見。